中基病院今仔日宣布完成皮肤病理数位化影像系统，会当协助医生临床甲远距离病理的诊断，卖当用来教学。中基病院是表示讲，这只是头一步，未来阁来整合愈侪病症系统。 数位医疗是目前的趋势，有40几档病理诊断经验的过程统医生，用6档的时间建立皮肤病理数位化全部片影像系统。内面除了有这20几档的传统病理部片以外，伊嘛整理病理注解甲临床相片，做成珍贵的线顶教材书，会当帮助临床诊断，嘛会当提供医生自我学习。我个人收藏了800多片皮肤病理的切片。 给皮肤科住院医师教学，用多头显微镜做教学。这些宝贵的材料呢，假使我们能够将它们数位化，就可以永远保存下来。长基病院甲科技公司合作，科技公司的创办人叶兆华嘛是医学院毕业。伊讲家己读医学院的时阵，若是要做病理研究，拢是一件足麻烦的代志。除了爱排队去做显微镜以外，有当时也会发生传统玻片褪色的问题。因为有这经验，促成伊完成建立皮肤病理数位化系统，希望会当帮助医生突破空间的限制。我们可以让这些玻片经过数位化之后。 就可以很轻松的让学生、老师来浏览，甚至进行一个互动的教学的过程。其他医院进行的这个皮肤数位病理的出版，其实只是把病理玻片数位化。但郭教授他在过去用6年多的时间真的是周末的下午都是非常认真的在标注这些玻片，这个要花非常多的心力哦。 长基病院表示，传统的病理检验是由病理医生透过显微镜来检验细胞组织的变化。病理切片全面数位化了后，除了会当提供医生自我学习使用 ，AI 人工智慧嘛会当提供医生判断病人的状况。长基病院希望皮肤病理数位化系统是头一步，未来会当搁整理搁较侪的病症系统提供医学使用。记者陈阿选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